续甲镜头刷到台中的梨山，这是偏远的地区，交通阁无方便，有一寡长辈当年嫁娶，拢无穿新娘衫。相关的单位特别来举办一场部落婚纱展演的活动，互阿公阿嬷来圆满着当时的遗憾。 90多岁阿公阿嬷穿西装和新娘衫行入礼堂，虽然敢若短短一段路需要别人给因倒扶礼，不过这个场景嘛是让因心内真感动。从年轻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了，我们穿着这个礼服作秀，真的是很好的机会。当时是大人结婚，拢是简单翕一张相片而已。为着弥补这个遗憾，台中和平区关家中心就和梨山文建章合作，规划一场部落穿结婚纱行舞台秀的活动。在帮长者在化妆的时候，有些长者穿礼服的时候，那一刻非常的感动。这场阿公阿嬷穿新娘衫行舞台秀，伫咧梨山耶稣堂举办，和这场是大人想起青春少年时的最欢笑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